确实这是一条路，要大家来做。所以这种方式就是说，你不对，你自己咎由自取；那你对，人家会支持你。那我做这种决定，这种方式是最和平、最和平、最这个爱护暴力的方式，所以对社会没有帮助。那你今天主要是为了让公投能够更多人关注。那就请公众，大家可以到台北车站来，可以了解，直接到台北车站来。我是希望大家来签字，一个是签这个台湾 is Taiwan, no more Chinese Taipei， 就台湾参加2020年的奥运，用台湾，不要再用中华台北。那么这个联署公投案。第一阶段3万已经通过了，对。现在第二阶段要30万，要在3个月内签30万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站，这里是一个站，希望大家来签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运动，大家来做台湾人民自觉建国的共同发起人。那如果这个人很多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家起到台北来，向全世界表明，说我们台湾人民要自觉建国，要建立新国家，不要再用中华民国。这个呢，我也等于帮助小英党，他不好下台，他用根据中华民国这个宪法中期条文去选出来的，他不好下台。如果我这个获得大家支持的话，那么他下台政非常方便。这里我没有强迫，要人民支持才有可能。你认为小英总统不支持你？你认为小英总统不支持你？会怎么样？也会支持吗？不，他不会支持，他不会支持。但是我如果台湾人民有1半以上要支持我，他不能不支持。他是民选政府，他要听人民的，所以我现在不是要向小英加压力，郭培宏是要向小英加压力，我是要号召全民起来说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，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政府是2蒋丢给我们的。丢给我们的这个根本不能运作，这个国家要参加奥运，参加什么都不能。所以呢，我们台湾人民应该要自己的国家。那么，在66年前4月28以后，就这样合约生效，我们台湾人民就应该可以做，可以有行使那个权利。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2蒋统治下，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能做。那现在2蒋已死了30年，解除戒严也30年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做，很多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是这样子，由这个来处理。我们今天的行动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